让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也一部的天时吼变化多多，天时小暖的时节，大家做得出去晒晒日头啊。不过天时冷的时节，记得要多做加条衫裤哦。今日阿群妹啊，到福起来咧，要同大家来分享呢客家天时台新的节目呢，好点客栈又要来开始了。唔知大家有啲 YouTube 啲用路吼，也係啲天时當中有看到冇啊？呀客栈好點啊！啲去年的時節，啲2020-2017的天時金鐘獎已經有得獎了，韓國和2位雙入圍2項，這個我們的新加坡阿波羅的獎項，故所真係當優秀的一集節目啦！故所演出來看一團樣片。哇！有看到東頂以下嘅通花冇啊？就來細細夾分享今日節目底度有請到嘅來賓，先來分享台灣吧共同創辦人，歡迎宇辰。大家好，我是台灣吧的蕭宇辰，非常高興有機會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客棧的黑皮皮俠傳。歡迎宇辰來到節目當中吼，當緊張，不過冇相關，因為節目底度還有另外一位當創業嘅人哦，佢喺馬上哦，佢就係客店客花班嘅 PM 哦，歡迎阿斌哥，歡迎。大家好，我係黃小斌和阿斌哥，我係阿斌哥，我阿斌的會啦。哦，今日這件當分享，做啲有一個機會，做第一個電視台來留大家來了解下台灣吧到底一批嘅時節有乜嘅神奇嘅事情哦。真嘅吼，聽到阿斌哥講法吼，我就以上啲嘅看電視用嘅，用難講你客家電視台，動嘅節目全部就係阿斌哥 PM 嘅呢。哦，就都好有一個機會啦。我希望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不要懷疑你的耳朵，好不好？沒錯，就是我們的阿斌哥來到節目當中。唔過吼，我講一下這個客棧哈點以前啊，我就想要來問一下宇辰。台灣吧跟客家電視台亞百業合作這一次的合作，其實我覺得很特別，因為客家電視要把一些客家文化這些很生硬的東西，結合這樣子的動畫來產生，是怎麼樣來結緣的？其實結緣，當然是我們去年就做過第一季，對，那第一季的結緣主要也是因為之前在社群有一個就是跟客家最有關的一個就是。你可以說是就是社群的平台，就是粉絲專頁，就是客家小炒。對，那客家小炒吧，那之前就是在台灣吧，然後就是由他來牽線，然後讓我們跟客家電視台能夠認識，然後就想，那我們有沒有機會能夠做一些網絡原生的內容，然後來談客家文化？對，所以就誕生了第一季。然後現在做第二季，對，接着做第二季。不過第一季跟第二季啊，雖然一樣都是動畫的形式，不過在內容方面其實有很多的不一樣。是。對，比如說有哪一些不同？第一季跟第二季最大的差別？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因為我們第一季其實用一個比較宏觀，就是一個很大的視角去跟你談很多客家文化。我們來幫觀眾朋友複習一下，第一季大概聊了哪一些內容？我們第一個聊，例如說客家人的起源。是這個就很大咯，有可能會從泰陸嘅片啊，你台灣啲泰陸用嘅，由客家人、韓國用嘅來前賽，慢慢的遷徙來到台灣，其實是一個非常宏觀的這個討論的範圍。而且光這個我們就談了2集，先談它在中國中國的地方在出現的時候，包含客家這個名詞怎麼會出現？因為說實在的，就是你會叫自己是客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沒錯。對，所以就是我們去談了這個脈絡，然後再談在台灣的客家人是如何落地生根，然後接着就談包含信仰、包含美食、包含節慶，然後等等其他面向的東西，比較大範圍。對。那這一季就開始進入一個比較大家耳熟能詳一些客家元素，對，像我們已經播出的像藍山，對，或是很多藍山這樣子。然後還有一些食物，例如說像新丁版，對，這也是這禮拜有播出。新丁版對，超不膩嘛，我們昨天剛播出的就是新丁版這一集，很可愛。對，你們之前都說是昂古貴，可是其實一樣的東西啊，其實長得很像，對，就類似的東西。包的內容物也是一樣嗎？保味底部保的東西就是應該是差不多，應該是像什麼阿茲基啦，跟阿茲基嘛，紅태味，紅豆泥，你們也有吃包紅豆泥的嗎？我們吃那時候是鹹的吧？
咸是咸的，我也有吃过咸的耶。海绵应该没有吃过啊，海绵就不过俺看是甜的。哦，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太嘎都有吃过。那你们吃昂古贵也是为了要就是就是生小孩生男生才会有其实吃到吗？也不是很清楚哎。鼓手呀，就配做饭该也会做呀，哈哈哈点，对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现在反而对心灵版比对昂古贵还要熟了。因为其实雨辰你自己是闽南人，对不对？对我自己是，可是其实我自己如果没有特意去研究，我自己也没有这么熟，就是闽南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习俗这样。对，所以呀，他点都很快印在后龙年呀，做呀哈哈哈点都对那客家文化、客家文化更加的了解。对，除了新丁版之外，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新一季的内容。对，我们还有做食物部分，还有谈擂茶。擂茶，对。那其实这像谈新丁版、谈擂茶，都是希望从一些大家能够接触得到的这些客家元素，像擂茶，其实大家一定听过。对。现在连很多的手摇饮料店都有卖擂茶。对。这样有。对，擂茶风味的东西。对。没错。所以就觉得说，哎，这些大家是生活当中接触得到的元素，然后我去跟大家谈，而且可以有一些就是呼吁，例如说擂茶，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北埔，然后或者是说，哎，像我们这一集。再来一起跟大家谈纸伞，对，然后希望就是说，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美浓，然后可以多认识韩国 Q 用黑南铺哎，这个我觉得标题非常有趣，他写了6堆，台湾居然也有办奥运会，你可以就ให้6隊菜題，張以為運動會嘅內容，就泰武伞下嘅小奧運，很可愛。所以你看優雅這種比起來，跟第一季或者是台灣霸之前的影片相較起來，稍微比較讓大家平易近人。對，唔係嚇你，係嚇你，大家就做得懂好接，所以按用嘅方式來做呀新一季嘅這個哈哈哈站，哈哈哈點啦吼。唔過我們想來問一下阿彬哥，你這個頭擺有看過台灣霸以前的樣片嗎？這回時候就跟給雨辰講到誒哈，第一個客家小草也在這個網站上面哈，就一定會仔細，因為就想講，當然要去了解一下，平就會更多人客家文化咩，嗰種就。這回事情啊，就從這邊就有看到台灣霸的一些樣片，有更多人演出闽的相關的一位嘅故事啊，能夠從幾隻嘅台灣的發展的一隻故事啊，我就大概有了解了一下。後面再看到客棧有還有做一個客家的部分，然後冇想到。就潛崖，就潛到崖。其實唔係潛到崖啦，佢有時咩有隻高場嘅喲。錯，乜嘅高場？我真當做得去走呀，這個台灣霸客棧的客家片嘛呢？因為咧高場就會當然係有嘅涼板或者發板啦。你講田公義到那邊來去試錄一下，試錄一套呢，給天師頭來現上音，透過現動物，然後當時懷着很忐忑的心情啊，當時說也唔點乜嘅東西，迄個吼，迄當好了哦，咁樣應該做得來錄看下啦，過完就去錄嘅，錄完之後呢，好像錄了在五六個聲音之後，外面現動來，哇，就想真的。也係主持也上翻身啦。有機會來批驗了，唔過冇想到會係太家啲呀，哈哈哈點客棧，還是說我應該講說，大家知道台灣霸佢底部嘅所有的腳本，真係有幾長幾難麼？阿 Q 我愛看個腳本啊，一季同下一季中間的逗點，我要看很久才看到一個逗點呢。阿彬哥，你去家啲批驗嘅時間有按你感覺嗎？有啊，我看個各位，我想講，哦呀，都在慢下，唔是跳戲哦，都不用呼吸嘛。為什麼寫那麼長？我們就來問一下這個腳本的創作人啊。其實因為我們畢竟一開始是用就是以那個華語為主要的那個，就是在撰寫的時候的思維，對，而且又配合網絡的習慣，所以那個節奏都會抓得比較快。對，那有些你要比較快呈現出來的東西，那一口氣把它講完，然後大家可能會就是怎麼講，就是那個斷句的節奏的掌握，其實會跟一般我們講話稍微有點不太一樣。冇錯，因為台灣霸用按你的方式啦，一開始阿權們愛其實就有啲個看其他的樣片，因為愛知道其他的用動神奇的方式，非常非常的趣味，然後用非常多好上癮懂，好用這種時下流行的用語去講東南，韓國有懂什麼呀歷史啊文化呀的東西，用的方式，其他的沒用按你的方式來講呀客家文化哦，故事有懂到懂精彩的部分，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
又真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權妹，加下上一台吼，阿權妹同大家來分享呀，客棧，哈哈哈！點是呢？一季又愛來開始了。故實我相信，當到觀眾朋友可能沒冇看過呀，哈哈哈！點客棧係上到樣板型，哎呀哈，就聽聽阿權妹講下來看一段樣片。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客棧，哈哈，好點。今日大家談人哋客家話，講到客家話，雖然已經從第一集發到第8集了，但係各位小朋友還能會知道一種語言一種當上分。平常只有坐客運、火車、高鐵、運動站的時間才會談到，想準備喝茶，還以為是要準備喝茶嘞。上下談到語言講愛哋呢個客家話，係因為是個港仔嚟噶。你好啊，你好。韓國人身邊講自己係客家人的朋友，也可以100客家人的朋友，也可以1/4客家人的朋友，也可以1/8。夠啦，大家可以雙手一攤，以及客家話都唔要講，除咗老客家語言站到邊以外，真係潛到半點關係啦。講到台灣嘅少數弱勢文化，原住民朋友都係親少數、親弱勢的啦，誰敢比我慘？老原住民比起來，客家族群號稱400萬人，比台灣沙飛還冇算係沙飛經濟弱勢，有些有勢嘅客家人還是滿天飛啦。就算係按呢，研究客家文化嘅調查發現，講母語嘅客家人下滑速度竟然比原住民下滑得還要快，真係嚇死人啊！只有客委會嘅調查，70歲以上還有超過63個人會講客，唔過18歲以下嘅小朋友會講嘅，長春到1/3咩？哇！1/3，這個比小火車粉絲液的女性使用者比例1/5還要少嘞，也是可以嚴重的斷層，快去沖粉絲液啊！不對，電梯號好煩啦！別急，買慌，都得可以發生乜個事情哦。第滿球嘅移民歷史後，後浪人將面切對嘅優勢因素，多多客家人啲後浪人看到嘅比較黑嘅世界，天天嚟就聽地講後浪話嘅，以為咩唔記得客家話樣嚟講嘅，一定要客家血統，才會講後浪話嘅人，就講佢係後浪客。除了歷史洪流中為後浪文化侵蝕以外，關於中華民國政府引喊國語文運動，更是一記殺手鐧。怎麼殺手？怎麼手鐧？怎麼念都怪怪的。也就像睇時間點入去複習下了。中國啲官方嘅封殺底下，客家根本冇法度啲公開籌劃過。這裡左片河洛為，右片官方國語的家家之中，客家流失就得講起台灣客家存亡最大的挑戰啦。老古人講，人邁注重鐵，茫茫注重眼。人邁注重行，茫茫注重商。這樣嘅危機存亡之秋，總算瞬間呢，本港嘅精神聽那蛋糕糕嘅還我們運動啦！喺運動中，客家意識跟着大爆發，本來第3批後冇乜嘅聲音嘅客家人紛紛站出來，開始顯出對客家嘅認同。唔過第一個客家族群起來嘅起始中，發現每個客家嘅人口並冇聽得變較多，點都係見來見少，亦都係按樣嘅實際好啊！經過民主轉型後嘅政府，未順應民意，成立了一類中央機關客家委員會，以振興客家語言文化，起來為使命。各種客家先頭老學校嘅母語教育紛紛走出籠，都為2003年，亦係用客家發言為主嘅客家電視台終於復活啦！唔過你豬沒有擋到中哦，客語槍都也沒有800種啊，像係西安腔、海陸腔、太浦腔、饒平腔、浙灣腔。強強，都在用那個強。電視台當上半個隻強調都有天飛鐵嘅出現機會，唔過個隻強嘅人還係唔滿意，偏偏佢唔冇看到，眼冇看少，人多了不起啊！仲講嗬，一強嘅問題都見係你吵鬧，頭哪痛啊！你也可以承載文化青春嘅載體，未係族群認同嘅創業培地，族群係個無法度保存日嘅語言，而消失嘅命運就無期限嘞。有人講客家喺50年內會消失，有人還看別個，因為客家都係存亡之秋，喺講上嘅改變，可能就可以壓下你。除咗學校嘅母語課以外，因為本客家轉到家庭，轉到生活，轉到人嘅心肝頭，觀念無限定，超日超韓超歐美嘅人調，係咪也跳下來炒客家呢？好的，客棧，哈哈，好點就哈哈，拜拜。哇，有知道當地印象嗎？唔但唱呀，這個畫風啊，非常的可愛。其實佢底度講嘅東西，有知道非常幽默冇啊！阿權幫我大擺看嘅時間，都會原唔係噗嗤一笑。唔過冇想到，唔但唱反而按好笑，其實客家話咩 Q 用按好笑呢？阿邊個冇簡單呢，真係唔是條戲呢。係真係唔是條戲嗬。不過一個歌嘅寫咩當好啦。唔過因為基本但就係用嘅反而來
给文思了下来。故说哪里转都变客家话的时间，会有一点点的小困难。对，因为像我数风的呀，就係你天衣龜嘅版本，天衣龜嘅劇本啊，因為其實佢有做呀反義嘅版本，佢咪來做一隻客家話嘅版本，熟悉客家話也唔熟悉客家話嘅所有嘅觀眾朋友、鄉親朋友，大家就做得睇嘅時看嘅時，像我看一個嘅呀，我一開始我就看到這個。想要走過路過就認出傲骨嶙峋的客家人，請問傲骨嶙峋算來用嘅來煩呐？你講那個40歲嘅成語吼，其實當多啊，唔都睇講用吃飯吼，睇個咪當然都得念啦，140按對照得念，但問題吼，按你無言堂嘅時啦，聽錯潛到一句客家話，睇個有識講歌冇，就可以條百年流傳下來嘅鑼鼓語言。嗰時我就想到哦，傲骨嶙峋應該做得用那個簡韻跟淡啱。哦，簡韻淡啱，係啊，就講客家人呢個心情哈，就是身體啊，可能哈，底下嘅精神地方哈，有一部分這樣的比較符合的部分啊，它符合的部分就來一句話拿來用。哇，真係按呢，有懂到按呢哩耶，比如講，像我看到嘅鴉片還有一隻，這次我覺得要講很快，別讓他的汗水瞬間蒸發，決鬥傷口瞬間愈合。其實有懂得很要講很快的，就是繞口令方式的，還有講新丁板結的。他說不叫新丁板的新丁板結，還是新丁板結嗎？有那句我們凌晨就是把它用客語念出來。對，所以翻成客語是好，我挑戰一下，冇喊咗。冇按到新丁板的新丁板節，還係新丁板節冇？錯啊！很難，而且我也係放慢速度按你來念沒有？其實真音在那個速度裡面是很困難的。其實拼音唔單槍，就是只是念過稿子這麼簡單的事情而已呢。係啊，嗰個從日嘅歌係寫得當多，愛啲空雜時間，留記用打雜事按你念出來，可能就冇辦法。嗰個啲可是要拼音嘅時間啊，我先然後刪減稿子，然後一定會語助詞把它拿掉，然後還有就會可能冇傷害到一個語言，唔好影響到佢規句話嘅意思，一定會司機可以拿提起。啊，你想講嘅落去，係冇順歌，係啊，先順歌用音歌記下擺，咁做得。平均唔批呀一時，要花幾多時間？差唔多從一時破5分鐘嘅東西，係可能起碼要半點鐘。因為一句話可能也同一句話，係可能要念5-6遍過後，過會將做得7遍較好誒，過來接起來。所以這個錄製的過程會比較辛苦一點。對於我們董兄弟講，跟你們在錄的時候到底是怎麼錄的？你怎麼可以講那麼快嘞？其實凌晨也是錄這個版本，就是錄這一集是陸客客棧是錄最久的，比起他錄其他單純華語的內容來講，因為他只要一錄到要用客語發言，他就會卡很久。對，所以他其實也錄得蠻辛苦的。對，他也是大概。應該也都是要半小時到1個小時錄一集哦，也都是要半小時到1個小時。他就一直念錯，然後一直重新。尤其是其實我覺得，當我們客語跟華語夾雜的時候，最大的重點就是那個情緒。就是你要如何用客語那個節奏跟情緒，下一句又立刻跳回華語的時候，他那個轉換，因為對那個語言不是這麼的熟悉。對，要抓得到，所以他就要一直，即使他的字念對，可是還是要重複念好幾次，才跟下一句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那個銜接，對，其實花蠻多功夫去揣摩的。聽你這樣說，我就比較安慰了。因為阿平哥其實吃了很多苦，對不對？很多等到詩沒真音就會反應，念過去照翻就好了。其實不是這樣子哎。對啊，他寫制槍制仗，這是製作的那個制啊，給他發音用一樣。係啊，而家記得嘅記號係講周散周富，治山治庫。對。制槍制仗，跟人冇可能講知散知夫啊，因為客家話冇人嚟講啊，你聽我講周散周夫，但係制槍制仗，制仗又是一個華語的一個諧音，跟一個較有親密的味素。只能怪他中文造詣太好。佢就喺保留家嘅方言部分，就講周散周夫，制槍制仗。哇，韓愛來適當的調整一下舌口位，然後給編奏也反言安呢，就維持他本來華語才會好笑嘛，對不對？他剛剛做的懂容易就做的了，雲送呀樣片，韓國我們單槍安呢，其實雨辰你自己在看到我們阿兵哥的客語配音版本的時候，你自己的感覺是
是什么？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当然是很讶异的，对，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华语，我们其实没有用其他的语言去配过，对，所以第一次看到原来用不一样的语言配，也有能够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而且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最惊艳的就是刚才阿斌哥讲的，就是说有些部分他在梗的处理，他会直接用华语来呈现，对，维持你们的梗，对，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本来最困难就是很多那个幽默是奠基在这个语言的那个包含谐音之后，或是包含它后面象征的一些意义上面。对，那如果说变调的话，其实是会很难维持那个效果的。对，但是还是所以我觉得有维持住，就是真的是很合的感觉，有丢起来，真的，其实真的是可以感觉出来，在那时候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其实花很多功夫，对，哪里要保留，哪里不要，哪里要翻，其实是要去思考的。真的，韩国啊、素烘啊、雅芬啊，全部就天视机头前那粉丝专页，我们粉丝专页底下的留言哦，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像这个。有没有好猛出了客语版？有没有？哈嘎发在半分出来，也还有你哈嘎天师腿，脸书上面的粉丝全部就出来哦。还有说，竟然有人愿意用客语配音，我好兴奋呐！还有说，配音配得很好，很顺呢。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阿嬷，我叫我阿嬷来看，我阿嬷说懂精彩，懂后看。啊哈。古手其实。用哈发的版本来批，真的是没有违和的。那宇辰这边，你们自己台湾吧有没有收到一些相关的粉丝的一些回馈？我觉得我们收到最大的回馈就是，因为当然就是说，我们做客家的内容其实很兴奋的，对啊，就是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文化为主题的一个内容。可是当然相对来讲，由于客家文化在台湾相对来讲稍微比较小众，所以在呈现上面来讲，我们的数据就是说整个观看的次数没有很高。可是虽然如此，我们其实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正向的回馈，是当我们有机会跟我们粉丝接触的时候，问他们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客栈出现比率非常非常的高，真的就是几乎到了。大概平均2个就有1个说，问他最喜欢什么，他喜欢客栈，还不会说动画台湾史，他会说客栈。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虽然说他的表现没有很好，可是，在看过的人内心当中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就让我们觉得蛮感动的。对，可能就会一部分因为可能有懂你还忙眼神，还没有真的很认识客家文化，所以用这样子很生动的方式来理解客家文化，让他们印象非常的深刻，对不对？那其实在我手上，大家有注意到呀，台湾吧还有客栈里面的动画，全部都非常非常的可爱，有很多很可爱的角色。现在我们来请那个宇辰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对不对？对，真的，就如果说从动画台湾史就开始就是追踪我们台湾吧，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说他们其实都是从第一季的那个动画台湾史出来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后来就持续的在我们其他的就是动画里面让他们穿插，然后担任配角。尤其这次黑皮他担当的那个主角，就是整个武侠的元素就变得很重。那其实我们这些角色都是台湾的原生种，对，像这一只它叫红龟，对，它是樱花钩吻龟，樱花钩哦，对，它是樱花钩吻龟，所以它叫红龟，对，然后这只是台湾石虎。石虎，然后我们用的它叫黄少，那我们用的名字其实都是因为是对，好，刚刚我打岔一下，连音都够为止，黄少，这么老难念，还是要老念一个字？还有我想说，你是不是针对我？没有，所以他就叫黄少。对，因为他们名字都2个字，那我们取名字的理由大概就是第一个字都是他们的代表颜色，第2个字是他们的代表酒。对，所以像黄少，它就是因为它是黄色，然后它的酒是绍兴酒，所以我们就叫它黄少。对，那像这是台湾猕猴，对，一样，它本身是台湾的特有种或是亚种，可是就是台湾比较特别的物种。然后由于我们在动画台湾史有一集里面把它漆成了白色，所以它代表色变成白色。然后它是喝米酒的，所以它就叫白米。好可爱哦！对，然后这是那个台湾地质。对，然后因为我们它代表色就蓝色嘛，所以然后我们给它的代表酒是 brandy。白兰地，所以它就叫兰地。然后还有最可爱泰嘎杜康沟 A， 就是我们的黑皮，对，它是黑熊嘛，没错，黑皮它是黑色的。你很爱它哎，对，我都让它随时每天都跟着你，每天都跟着你。对，因为它是黑色的，所以它就叫黑皮，然后它代表酒是啤酒。对，因为台湾吧嘛，用酒吧的元素，就希望让大家在一种微醺的氛围之下，开心的氛围下学习知识。
哦，就是有一点微醺，韩国有懂分析的状态底下来，音色台湾来音色客家，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地度同大家來分享呀，客家天師同台灣吧共下來合作嘅影片，按到客棧哈哈哈店。其實阿群妹愛好本身就係就是台灣吧的粉絲來着，這麼跟人哋講呢，因為其實我條擺讀書嘅時間啊。愛學歷史，對我來講，我知道歷史真嘅多難。我每次考試社會組，但是你知道我要社會科有公民、歷史、地理，我偏偏就會歷史嘅分數清查，因為我一直都沒有辦法把歷史融會貫通。不過，點解開始看過呀？台灣吧一開始說歷史的樣片以後啊，我就知道，其實歷史都得用非常非常生動、非常非常可愛的方式來做出來，俾大家來看。韓國唔單唱安尼，還用法語很生動這個凌晨的配音，俾大家來聽。唔單唱安尼，客棧哈哈哈店咩有呀？客家話的版本就是由我們的專業的這個配音老師阿斌哥批俾大家來聽，俾大家做得來聽客話的版本，咩做得來聽法語的版本哦。故說阿斌哥，你試下你批客話的時間啦，批按到是咪天貴，韓國也天貴嘅，你有得到乜嘅感想冇？感想哦，其實因為之前係報新聞咩，報新聞就是要那個字正腔圓過就慢條斯理、中規中矩按嚟來念，但批到唱按嚟東西哦，而且對做唔得要按嚟來批哦，可能冇人要想看啦，因為就太無聊了。故說那第一篇沒好多當道，就會如何運用那個語氣來本一個通話，要行卡好笑嘅味素，行卡響嘅味素。係啊，不過也係對我來講，青苔最大一個收穫。對，韓國也是體力的一種鍛鍊。體力鍛鍊，錯，5分鐘嘅東西要6、8點鐘。錯，呀，天衣龜有幾多時？天衣龜有6時。6時，呀，下6題幾多時唄？呀，6題4時唄。前面就就算還有去6啊，故說呀上去有點聲音沙啞。對，然後感覺有點累，有冇？是。正義係動辛苦嘅過程，唔過我相信哈，各位觀眾朋友，大家聽從咩做的感受得到，你阿斌哥他的用心，對不對？還非常認真努力的把這個腳本改到本太搞做的，知道東好笑，唔過以客話的成分談係懂多，唔過以後我就要來繼續問一下宇辰了。其實你自己是台大歷史系畢業的嘛？對。所以其實你去噶歷史很好，沒有，就是你自己對於歷史這個東西，一開始在做歷史部分的時候，應該說你自己已經非常了解台灣的歷史了，你對歷史已經對，而且你自己的資源很多，因為你本來就是念這個的，所以你要融會貫通一個東西，再把它做成一個影視的作品，我覺得相較來講，你的資源算很多。不過根本你愛來做呀。客家的文化、客家的元素，其實你可能一開始是沒有頭緒的吧？我想沒有，認真沒有。對，我的意思是，那你從沒有頭緒，你要做出這個影片，這中間你要花非常非常多的心思。我覺得就是像，我覺得第一季就還蠻重要的，因為一開始這次合作就是希望就是說，一開始我們第一季的主要的目標就是希望翻轉客家，對，就是希望讓一般人能夠用不一樣的角度去認識客家，所以包含一開始我們就設定用武俠的風格，對，然後談論的內容就想說，我們既然是當做別人大家都沒有看過，我們從頭開始做，那可以從各個角度都翻轉客家的印象。所以我自己覺得沒錯，其實我不了解，我在跟客家電台合作做這一檔節目之前，我完全不太了解客家文化，就知道我們有客委會啦，我們有很大的一群客家人，大概就是這樣。然後客家話我聽不懂的，你知道，大概就是這樣。所以也就是在確定要合作的時候，然後開始在想說，那企劃可以怎麼樣開始，然後我們能夠談哪些重點，然後是能夠真的拉出一些反省客家的一個部分。所以其實看我們第一季的內容，其實包含這一季也一樣，就是我們其實有點延續我們過去處理歷史的一種方法，就是
跟你谈一段客家文化的内容，可是最后1分钟30秒，我们要反省一下。那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呢，它对我们现在我们去了解这个东西有什么帮助？像刚才大家在第2段的时候看到了，就是客语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客语的保存有一些问题。那在现在能不能对于我们讲客语这件事情多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反省？没错，所以其实，在第1季或者是第2季，现在第2季来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你自己不是客家人的身份，你看到的，比如说像是擂茶、新丁板啊、6队运动会，你这些也是之前有听过吗？还是说没有听过？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季想要做的，就是希望从一些大家多少听过的一些客家元素出发，所以其实说在蓝山或者擂茶，就是你多少会听过，就跟擂茶一样，就是擂茶你可能买饮料都有看到它有一个品项，就是跟擂茶有关系。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说第2季我们再简单一点，再轻松一些，让大家从一些平常耳熟能详的客家元素出发，然后甚至给你一些就是方法，告诉你哪里可以再接触到这些客家元素。你有机会假日跟家人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去北埔，你可以试试看擂茶，然后你去东市，然后可以有新丁板之类，就是能够有一个你除了了解客家的印象原来不一样之外，你还可以具体的去参与一些客家文化的一个面貌，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第2季做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真的，除了老亚的东西本太嘎丁，吃了韩游以后，我觉得是台湾吧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你们可以把教育跟娱乐的比例抓得非常的刚好，因为有的东西就是懂成搞的东西都难，但是看起来就是不有趣，对，可是你们却是非常非常有趣，但是又可以学到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有被其他的一些声音，就是让你们觉得说，我都这么用心了，然后你还这样子？其实难免，因为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一直以来处理内容，你就会发现，其实化约是无可避免的，就是你有些东西你就不能够讲得很完整，因为时间有限，或是你讲到这么完整的时候就会很无聊，或讲到很琐碎。那没错，你把很多琐碎的东西都讲出来，它是完整的，让大家不会误会。可是就是就大家不会想要知道到这么细节的东西。对，所以的确在那个内容的裁切上面来讲，其实一定会有一些失真的地方，那也当然会招致一些批评。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主要还是定位啦，就是如果说我们不是在写论文，就是对，我们不是在挖掘就是客家文化的就是真实样貌，我们其实是做传递的工作。那传递必然会失真，传递必然会挑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让大家能够愿意打开你认识客家文化门。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会希望说，看我们的观众，如果说你是很娴熟客家文化，或是你在这个文化圈的人，对于这类型比较具有宣传性质的内容，可以多一点就是包容，对，因为他的目标就不是给你这样子不一定很懂的客家人看。其实我觉得有尝试，俺们某间的了解呀的东城没东西，俺可能谈过6队有运动会，不过你有没有运动会？运动会到底是怎么来的？那到底有哪一些项目？其实俺相信你没太感，就真的这么熟悉。那如果是就是学者大们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多多宣传，让大家都可以了解这个领域，对不对？而且其实单枪案呢，它很平易近人以外，它还加入了就是新媒体的概念。其实，在第2季的最后啊，会有一些小小的实验。其实阿 Q 莫爱看在丑本页的那个新丁版，我真的有点不太理解哈。因为啊的用新丁版，然后结合说什么它可不可以抗震？这为什么会想要做像这样子的一个小实验？其实因为我们这一季的出发就是希望能够更跟网络族群能够做一些互动，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动画其实我们很娴熟，那如果说能够加入一些其实例如说网络 YouTube 的平台上，就是其他网络平台上经常使用一些元素，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亲切，然后用这样的东西跟客家元素做一些结合。那当然，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设定就是后面有一些实拍，就是用一种比较搞笑，其实没有要跟你谈正经的，因为正经前面讲过，就后面就希望大家了解这东西我们可以轻松一点，用不一样的方式让塑造一个感觉就是很活泼，然后你可以用很多很无厘头的方式去思考这些东西。所以像我们新丁版，我们跟防震做结合，其实当然是八竿子打不了关系，可是我们某种程度其实隐隐约约就希望大家去想说，其实
像现代重新去讲心灵版节，包含我们内容讲到了心灵版弱不是心灵版还是心灵版吗？已经很多的反省，大家也应该可以想想，现在你看到这些元素，我们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当然，防震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想法，可那个概念还是一样的。对，各位乡亲朋友，假使你要他唐姆森嘛，跟很多心电板跟防震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太敢去上 YouTube 就知了。今日谢谢雨辰，也谢谢阿彬哥来到节目当中，什么两位，谢谢。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我收看休息一下，停停运动欣赏，叫下来做运动。